譚振國議員。好多謝主席。咁首先要感謝當局啦，亦都採納咗我同新社聯過去提出嘅多項嘅建議啦。咁包括係放寬新界村屋嘅用途限制啦，咁啊容許喺符合規劃同埋消防嘅標準下呢，係改裝做餐飲啦或者係住宿嘅設施。咁同埋呢，亦都係改善鄉郊嘅交通啦，同埋排污等嘅基建配套等等。咁我認為呢，都係有回應新界鄉郊居民嘅期望。咁而成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嘅先導計劃啦，亦都令到鄉民參與北都發展，共享呢個經濟嘅成果。咁喺發展嘅同時咧，可以保留傳統嘅生活面貌同埋生態環境。咁就住文件入邊嘅細節咧，我幾點想跟進嘅。咁文件提到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嘅先導計劃咧，要喺非牟利團體或者非政府組織等，咁啊鄉民要申請咧就要有以上嘅資格啦，又或者係夥拍佢哋共同組成一個組織。咁其實想了解下政府有冇評估會唔會增加咗鄉民佢哋申請嘅難度呢？咁啊，因為我相信好多鄉民呢，其實佢哋都好有心推動鄉郊文化，咁希望咧可以傳承到落去呢。咁但係呢啲畢竟行政嘅呢啲嘅手續呢，真係唔係佢哋嘅強項。咁啊，另外文件亦都提到審批資助嘅時候呢，評審委員會會考慮鄉事委員會啦、村代表同埋村民嘅支持，亦都係會考慮旅客嘅承載力。咁啊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一個項目咧就好難會得到所有人嘅支持嘅。咁其實各方會點樣平衡鄉民唔同嘅意見同埋去考慮呢？唔該，主席。好，兩個問題多。主席，如果申請嘅係鄉民呢，我哋都明白鄉民未必係最熟悉呢啲申請程序，同埋其實鄉民有陣時未必一定有生意頭腦嘅，即係如果我要講白啲，我哋想用好呢個基金，做一啲好嘅項目，有陣時都真係需要有生意頭腦嘅。咁所以我哋都講明呢，我哋係容許申請人呢係同一啲嘅商業組織呢去合作。咁當然大家就要合組一間符合我哋講嘅非牟利形式嘅機構啦。咁第二呢，就係我哋都係好樂意呢，由北都辦，即係如果鄉民有意係做呢樣嘢，起碼有一啲嘅構想先。其實我哋都可能呢，可以幫手俾啲意見啊，甚至如果我哋知道原來有人都有興趣做呢啲嘅，我哋做一啲撮合下嘅工作，呢個我哋都有呢個心理準備願意做嘅。至於我哋真係收到申請啦，我哋又話需要有村民有鄉事嘅支持。嗱，呢個我哋唔會鐵板一塊要求100%嘅支持，冇可能㗎，即係好似議員頭先咁講。但係我諗我哋都係憑一個叫做即係 common sense， 即係我哋自己一般去諗下嗰個反對意見有幾強烈，我哋大體都會知道嘅。咁我哋會喺嗰度去拿捏㗎啦。